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大自然展威力，先来看云林古坑的山区，昨是安尼狂风暴雨，未输咧做风台哩。当地中小学有这个树仔倒去，缀到教室的厝顶，加在无人受伤。风头雨阁大，云林古坑的山区江湖中小学有大树捡安尼吹倒，树壳捡斩断，缀到厝顶。好在加在是暑假无学生伫教室上课，学校赶紧请人来处理，只是讲。哎呦，没怎么样吧？落过大雨的边坡足骨的，有清理的人员因为安尼跋倒，好在加在无受伤。很突然的，就是狂风那跟下大雨这样子。啊，感觉好像是在台风嘛。像台风一样。除了树仔去用斩断，缀到厝顶，学校内底还有一丛樱花树，嘛去吹倒，即马用绳仔固定。16点的时候，累积雨量有到44.5毫米，算是大雨等级的。古坑7月27日大风雨，落差不多要半点钟，好在加在吹倒的是树仔，毋是人。